大家好，我係老晉，今日繼續講關於曾國藩嘅家訓同埋佢嘅上人之術。佢有兩樣嘢好出名嘅，一樣就係家書。佢喺軍中咧都唔會忘記俾佢嘅仔女咧就寫信嘅，訓誡之餘咧都不忘關心。由佢死後至今6代，佢嘅後人咧全部都係白手興家，成為國際社會嘅翹楚。每人呢都創作一番事業，係冇依賴到祖任嘅。佢嘅次子曾紀澤成為著名嘅外交家，亦係清朝同治年間嘅中興名臣嚟嘅。澤封曾國藩嘅一等矮用侯，曾任清政府駐英法俄國嘅大使。佢亦都係當時秉承經世致用新思維嘅知識分子。另外，佢有一本著作叫做《兵鑑》嘅，因為佢鑑人咧係透徹如冰，好多幕僚用人之前咧都帶俾佢品評一下嘅，睇下佢到底咧就適宜做邊種工作，可用啊定係不可用，結果係相當準確嘅。咁又唔係話佢懂得命理掌相，而係佢喺面見對方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一次見幾個人。好少單獨嘅，佢會暗中留意拜訪者見面前喺等候期間同埋見面後離去時嘅言行舉止嘅差別，同其他人交往嘅態度作為一個對比嘅。咁面見呢，就只不過係個過程啊，亦都可能係最唔重要嘅部分嚟嘅咋。人人喺佢面前呢，就梗係一定畢恭畢敬㗎啦，睇唔到真性情啊。咁喺一啲公司嘅人力資源部啊，聘用人員咧都會用呢招嘅。面見前同面見後嘅神態，其實已經錄入咗 CCTV， 同面見時嘅表現咧係一同評分嘅。咁喺民間咧就曾經流傳佢童年嘅一則趣事，就話佢咧資質平庸。有一次有個小偷咧就潛入府中。見到曾國藩喺度讀書，所以咧佢就匿埋喺個梁上，等佢就寢嘅時候咧先至落手。但見到佢讀至深夜咧，只係幾句詞都背唔到，於是小偷咧就好唔耐煩咁喺梁上跳落嚟，就向曾國藩厲聲喝罵啦。咁佢首先咧就先念出嗰幾句詞，就咁講啦。我都念到出嚟啦，你喺度讀咩書啊？算罷啦。咁然後咧就揚長而去。我本人咧對呢件事咧係有質疑嘅，畢竟佢最後都仲係考取到進士而進入官場噶嘛，資質唔會如此不堪噶。咁但係咧，若果由另一個角度猜測，若果真有其事嘅話咧，又會唔會係令佢知恥近乎勇？繼而亦習至封疆大吏呢？趣事嘅另一面都可以係一則勵志嘅故事。咁不過呢，佢個晚年就較為煩惱啦。咁喺歷史終審庭呢，我講過滿清4大奇案之一嘅刺馬案，佢嘅背後都會同曾國藩其中涉及到太平天國寶藏嘅疑點㗎。咁佢涉嫌呢係施放咗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隱瞞咗太平軍將領李壽成部分有關寶藏嘅供詞。咁佢剿滅咗太平天國後呢，又有呢個念軍作亂，咁於是曾國藩呢就再奉詔征討，不過今次呢就見唔到成效啦，要由佢個幕僚李鴻章同埋左宗棠去平定。咁之後呢，佢亦都係負責處理一件呢叫做天津教案嘅，就涉及到當地人同埋洋人教堂嘅衝突。咁最後呢，佢就被指偏袒洋人，判決不公，又係要由李鴻章去善後。咁呢啲呢都可能係佢一生洗唔脫嘅污點。咁點解呢都仲話佢係改變咗歷史走向呢？咁佢確實咗係挽救咗大清，不過佢嘅洋務運動咧，最終都係未能見成效嘅。
畢竟呢，朝綱當時呢已經係敗壞跡象，但條路呢係行得啱嘅。咁好啦，今次呢就到此為止，歡迎你哋喺下方留言討論。我係老晉，下次再見。